后来乡亲又搁发生着冲撞警察的事件。伫新北市的中和顺路的关键发现一台车停伫个路边，无开大灯，就向前甲关心。但是对方是安尼恶徛徛，袂来配合，甚至是打油门、催速度，冲撞着警用的机车，驶离开现场。远景上准着车链来开枪，嫌犯也是车驶的，一路为中和走到板桥，上尾也是车弹的，唔知倒位去。警方伫个车顶敲出着60支不明的注射筒，即卖已经锁定身份，要甲这人撞出来。红色轿车无禁火，嘛无开大灯，顺路的远景去甲问，伊的态度煞真歹。我们要看你车子，没有看你车子哦。我们推。驾驶看起来真紧张，后一秒打油门，直接弄警察想要离开现场。远景随提枪对咱开5枪。不要！好了。就惊起叫车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，远景通报顺路警望想要甲抓落来。然后撞到他就开始起步了，认为应该有破胎。甲顺路车拢扣着伤，嫌犯伫中和安平路拒绝警方调查了后逃走，远景连续开5枪甲阻挡，不过嫌犯也是一路开往板桥，上尾也驶7公里，伫文化路甲车弹掉，继续逃亡。不愿接受盘查，即快速倒车，差点撞到我们同仁。轿车正前链绑链，车顶嘛有穿指孔，警方伫车内敲着尖筒60支，驾驶员走去，不过警方目前已经锁定40岁姓李的查甫人。唔但弄警察，搁沿路遭互警察约，不过好甲再无影响其他的民众。到底是啥物原因要走？沿路敢有甲相关的证物单调？警方拢会继续尽力追查。